另外，检方即马查出有业者受中国的指示，伫咱台湾设地下钱庄，专门是针对手头较红的阿兵哥，要利用金钱来甲诱拐，爱因摕军事机密来换钱。目前主嫌是当地走路，因若互吸收有3个阿兵哥，检方已经违反国安法、国家机密保护法，才当罪，甲因起诉。有地下钱庄涉嫌吸收现役军人，渗透空军雷达站。桥仔头地检署负责侦办，掌握姓黄的查甫人收到一个叫做用过的中国查甫人指示，伫台湾开地下钱庄，伫网络顶细野放款的广告，超工上阵管要用钱的现役军人。若是中意的价，再搁诱拐官兵交付机密资料，会当拄小领奖金。总共3个空军地群的军事官方吸收，包括空军7连队弹上尉、2连队弹上士、雷达中队吴上士，牵涉泄露汉光演习、定地部署等机密。那么少部分人因为利欲熏心、背叛国家，这些行为啊是令国人不齿，也必须受到唾弃的。国军也会持恒的反情报教育跟速谍的专案清查。哪些人会出入不良场所，会接触到相关的诱惑甚至于被掌握了小辫子，从此为中共所用哈，他们都有一套的模式。检方按2023年12月到2024年9月之间，借用3届41位的搜查行动，目前姓黄的主嫌在逃无到案，检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、国家机密保护法才当罪，起诉嫌犯的小妹各3个军事官。国军这几年定定发生中国间谍案，中国的部署真多，去年嘛透过公庙黑社会吸收现役军人。要求请军方提5000支翕导航的深圳影片，用机密物件换钱。军事专家分析讲，中国透过低成本的渗透行动，吸收欠钱的国军基层干部，除了探军情嘛，打击国军形象。他可以布很多网嘛，然后这边收集一点，那边收集一点，然后他回去再整合分析，这样一定也有相当的情报价值啊。那你刚刚说这个成本很低，的确啊，这个成本不会很高啊，几万块、几十万。我看上百万的都不太可能。李委员认为，国军政战人员应该要注意官兵的财务状况、生活习惯，敢有出入不良场所去当作目标。专家嘛呼吁要加强保护宣导，广播回应讲会加强反情报教育，缩减清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